关系，快点买一次。市长可以买，好，他帮你过卡哦。好。好，我们9片9片是45块。哇！我你广告给你个，哦，你来，好，来，再加大小心。好，来，我来做一下。香港米。来，香港米，大家看一下。市长、科长，可以看中间哈。今天是国产口罩刚印上路的第一天，那我特别跟卫生局、药界的3个工会一起来查看药局的发售情况。那按照目前最新规定，那么这个征用的这个口罩国家队它必须盖上 Made in Taiwan 还有 MD 的这个刚印的字样。那从今天开始，那么我们是在药局的系统来发售。那桃园有503家健保药局参加，那么加上9个卫生所，一共是512个贩售点。那一天可以贩售大概100万片。那目前购买的规则是，成人口罩可以买这个9片，儿童口罩可以买10片。那么每个药局都有充分的供应量，我想大家不用太着急。那么这个确保国产口罩的品质，那避免这个混充。我想这个政策主要的目的是让所有的国人可以安心。那今天特别来看这个药局的贩售点，那民众都已经很清楚的，我知道今天开始买的是要有刚印的口罩，不过没有刚印的口罩可以继续流通3个月，到这个12月为止。那我们是希望说，目前口罩国家队做出了好成绩，大家来支持这个卫生福利部新的政策。那我要特别谢谢所有的药师们他们历经了已经超过半年的服务，那现在还是这个士气很好，那民众也很支持。那我觉得这个政策应该可以顺利上路。那我们市政府会加强从这个源头管理，包括制造工厂，还有流通管理，包括各个通路卖场，以及末端的管理，包括药局等等会3个层次去稽查，那务必使我们的国人跟市民放心。